好成日射精，對身體或者精神都係比較健康。咁其實對於前列腺有冇啲咩影響㗎？適量嘅釋放其實係對身體係冇問題嘅。精液積聚喺身體裏邊嘅時間，如果佢有一啲係致癌嘅成分喺度嘅時間，咁積聚得耐嘅時間，咁就會比較容易引起癌症咯。咁如果你係定時排咗出嘅時間，咁可能就係會好啲咁樣。對唔少男士嚟講，前列腺同頭髮一樣重要，但係近10年以嚟，患前列腺癌嘅人數持續上升，佔男性癌症16%。今集我哋收集咗坊間最常見嘅5大迷思，同大家一齊問下專家。方醫生啊，想問下，長期前列腺肥大會唔會變癌嘅咧？係唔會嘅，其實呢個係兩個唔同嘅病嚟嘅。但係好多人都有年紀大咗啲，其實前列腺都有我哋叫良性增生或者肥大啦。咁呢個好普遍嘅現象。癌症就係另外一啲唔同嘅細胞變化出嚟嘅，咁所以唔會話長期嘅肥大就會變咗係癌症嚇。咁但係前列腺肥大嘅病徵同埋前列腺癌嘅病徵其實好相似嘅，咁所以好多時都會有啲混淆喺度。主要嚟講就係因為個前列腺係肥大咗，或者係有個腫瘤，咁就壓迫尿道同埋膀胱，咁造成一啲病徵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就可能係小便冇咁暢順啦、尿頻啦嚇，咁呢啲係都係常見嘅病徵嚟嘅。如果係前列腺癌個情況比較嚴重啲嘅侵蝕血管嘅時間咧，亦都可能會產生血尿嘅。頻繁射精啊，或者係踩單車嘅話，其實會唔會用壞咗個前列腺咧？咁其實就係好多年前哈佛大學做咗一個研究啦，發現原來其實如果每個月射精係21次嘅男性，對比係可能每個禮拜1-2次嘅男性嚟講咧，反而患前列腺癌嘅機會係細咗嘅。當然呢個係一個數據我哋見到嘅現象啦。咁真正嘅原因我哋唔係特別太清楚嘅。咁可能就係話因為射精可能係即係排除咗精液裏邊一啲導致癌症嘅物質，我哋多啲排出嘅時間，咁就可能會減少呢個情況啦。咁呢個係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啦。踩單車我哋發覺就數據唔係太多，咁但係呢個研究發覺，而家踩單車其實同前列腺癌嘅關係應該冇一個直接嘅關係，甚至有啲細嘅研究話，踩單車多嘅人可能前列腺癌嘅機會仲細啲添。咁如果調翻轉講禁欲嘅話咧，因為有啲人就話其實禁欲跟住唔好成日射精唔射精嘅話咧，對身體或者精神都係比較健康。咁其實對於前列腺有冇啲咩影響㗎？其實我覺得就係一個係適量嘅釋放，其實係對身體係冇問題嘅。PSA 指數高嘅話，係咪等於100% 中招咧？咁 PSA 其實就係我哋叫做前列腺特異抗原嘅一個簡稱啦。前列腺細胞會製造 PSA 嘅，所以正常細胞亦都會製造 PSA 嘅。咁但係如果有癌症有癌細胞嘅時間咧，佢製造 PSA 嗰個成分係會多啲同埋快啲嘅。咁所以PSA 上升咧，咁就係可能係同個癌症有關係。咁但係 PSA 上升唔等於即係有癌症嘅，因為其實前列腺肥大啊，或者甚至有時有啲前列腺嘅發炎啊、尿道發炎嘅時間，都可能會引起 PSA 上升嘅。咁所以就係PSA 上升係會俾一個警號我哋。咁我當然醫生會根據佢嗰個上升嘅實際數字係幾多啦，上升嘅速率係幾多啦，同埋有冇其他病徵咧，嚟決定使唔使做進一步嘅跟進嘅。結紮會唔會導致前列腺癌咧？根據我哋睇翻個數據嚟講，就結紮同前列腺癌冇一個直接嘅因果關係嘅。咁但係有啲研究發覺啊，結紮咗嘅男士跟住會再確診前列腺癌嘅數字會高咗啲。咁呢個可能其實因為佢哋做結紮手術之後咧，對自己身體生殖器官方面咧比較敏感啲，更加小心啲。會可能多啲去檢查，或者有少少病徵都去再睇醫生，咁就變咗係早啲確診到出嚟嚇。咁但係我哋見唔到一個明顯嘅因果關係。咁其實前列腺癌係咪純粹係一個老人病咧？前列腺癌係一個生長得好慢嘅病嚟嘅。咁我哋其實睇翻我哋研究，其實好多時喺身體可能潛伏好多年，甚至10年8年，我哋至可以至發現到確診到嘅。咁所以好多時佢確診到嘅時間個年紀都比較大啲。咁我見到一般嘅病人都係65歲以上。咁但係近年我哋都見到係多咗一啲係比較年紀輕嘅個案嘅，甚至係40-50歲都會有嘅。咁喺呢班病人嚟講咧，個腫瘤通常都係比較生長得快啲，嗰個活躍性比較高啲，咁亦都係
容易啲去轉移去第二啲器官。咁高風險嘅人群又係邊一堆咧？高風險嘅就係我要睇翻啦，主要嚟講就係話第一就係可能係你有家族史啦，即係如果你家族裏邊有好多男性係曾經有咗前列腺癌嘅，咁呢個可能都會增加咗你嘅患癌嘅風險啦。咁就另外就係話有一啲比較罕見啲嘅某一啲嘅基因嘅轉移嘅人士，亦都有多啲機會會患呢個前列腺癌嘅。癌症風險未必即時見到，最重要係及早準備。FWD MyCover Plus 提供靈活保障方案，仲可以保障高達62種危疾，等你可以得到一筆過嘅財政支援。想了解多啲，click入嚟 FWD 網上保險平台睇下啦。